今日即个平安，欢喜礼拜日，咱通过到伫圣殿来遮敬拜而乐，也毋茫今日嘛好天气吼，咱伫心情开阔，选举过了，大家恢复平静，咱伫遮继续奔跑头前的道路，关注带领。咱来看圣诗146首。 这首可能较毋捌唱吼，所以呢，咱会用较长的时间来锻炼。特别内面的歌词，议员请咱注意啦吼。第一节，圣主要再临，无言迟。吼，迄个下字这边看会到吼。圣主要再临，无言迟，伊脚步无出误。 伊头前有公平正义，做先锋避万路。真理要对地面发生，逐位拍黄，来花蕊的蕊，伫台语是黄啦吼。结黄开花，啊，才都拍黄开花，无毋对吼。拍黄，迄是黄哦，嘿，请你喙啊合起来吼，黄，哦，拍黄开花，公义又过尾。 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，又搁要，吼，又搁要。第二节，人若对主敬畏敬虔，拯救甲伊滚活，阳光无久，马搁，我看，阳光无久，得马，来，阳光无久，得马出现。 伫地上甲咱大，求主用权审判人类，修正罪恶今世。你是主宰，至尊至贵，万国拢是你的。第三节的歌词较简单，无啥物吼。第一节甲第二节较，咱要来念第一节、第三节。 搁一遍来，圣主要再临，无言迟，伊脚步无出路，伊头前有公平正义，做先锋避万路。 Good bye， 来，圣主要再临，无言迟，伊脚步无出路，伊头前有公平正义，做先锋避万路。 你要对地面
来看圣52首，52首，咱真实诗歌，咱吟第1节、第3节。阳光，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真因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奇异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吟诗信息第52首，信息第52首，因光归伫信父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咱犹原起立来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信徒的相处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启应文第32篇，启应文第32篇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念。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。耶和华的神要徛伫伊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伊要为耶和华做欢喜，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，也毋是凭耳孔所听见的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，用责任审判世上欠伊的人，用喙中的拐拍世界。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信实要做伊的身躯的带，豺狼要甲绵羊仔相夹带，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真生，牛甲熊要相夹食，狮要食草，亲像牛。食恁的婴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，当恁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血，
伫我的姓山的片地，的确无损伤无陷害，因为林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洲。亲像水淹满伫洋海。咱共心来祈祷。上帝，阮真心感谢你，伫生命中的每一个时阵，拢赐予阮平安甲勇气。阮的生命的意义，伫咧彰显你的荣耀。昨暗是台湾选每一个县市的首长的日子，阮每一个人拢有自由的思想，阮也有心内支持的候选人。啊，毋过，阮深深的知影，阮是受创造的，一切世界的运行拢有主伫咧掌权。求主，互阮无意爱即世界每一项代志，相信每一项代志拢有主伫咧掌权，赐互阮平安的力量，无互阮互即个世界的引带来迷失即个疼你的心。因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创造者，无你，任何代志拢袂当成就。求主也来看顾阮即届的圣诞节庆的准备，互规个庆典的节目拢会当顺顺利利，嘛互阮建新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每一年搁较相依相偎来生活做伙，互团契生活会当真做大家互相关心、互相保护、互相扶持的一个力量，嘛伫你的实下平安来成长，真做会当荣耀你的罗布、你的器具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学老信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对先知有应允显明。
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3章24节到27节，阁有32节到37节。我遮来读。当遐个日，迄个患难的了后，日要黑暗，月无出伊的光。星对天加漏，伫天里的上要震动。迄时要看见人子用大冠铃甲银光伫云中临到。迄时伊要找伊的天使，对四方聚集伊所敬百姓，对地基到天边。若是论迄日迄时，人毋知。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，囝也毋知，独爸知伊。着谨慎来祈祷，因为你毋知迄个期是伫啥物时，是亲像一人离开伊的家去厝外，将权交代伊遮的奴仆，有歹工互逐人做，搁吩咐过门的着周持。所以，恁着张持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啥物时要来，迄是黑暗，迄是半暝，迄是月啼，迄是天光早。惊了伊忽然来，拄着恁伫困。我所甲恁讲的，也是甲众人讲，着张持。讲道，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期待。基督降临，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救赎，帮助阮会当对黑暗的中间脱离出来，进入主你的光明。恳求主伫今仔日台工第一主日，主借着圣神，主你启示阮所有的话。阮会当对真理会当搁较深的认捌，对主你的关系也哪来哪亲密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开始进入抬杠节，搁进入一年一摆欢喜庆祝圣诞，盼望基督再临的日子。教会，我想住伫附近的人，还是讲无住伫附近的人拢知影吼。教会附近的百货公司，对中山到香莲吼，迄阵带状公园，无论是下底还是顶面，四围的街路，逐年拢有真水的圣诞布置，毋免等教会去报佳音。其实真正毋免等教会去报佳音，遐个布置早就已经完成啊。也吸引侪人对四方聚集伫遐，感受一年一摆圣诞节的气氛。毋过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有关大港节的经文，甲牧师拄则所讲的遐个情形，敢若有真大的差别。今仔日的经文第24节、25节，则讲，当遐个日，遐个患难了后，日要黑暗，月无出伊的光。星要对天顶较落，伫天里的上要震动。所有伫天顶的，无论是日、月、星星，日月拢无搁发光啊，星星也一直咧震动，月甚至是已经落落来啊。耶稣所讲遐个日子，遐个患难了后，就是讲基督再临。耶稣所讲的遐个情形，就是基督再临的迄种情形。基督再临所带来，竟然毋是平安的，竟然是遮尔啊恐怖的现象。这实在是超越咱人所会当想象的遮尔大的惊吓。耶稣的门徒伫迄当阵听耶稣安尼讲，实在是听到拢雾煞煞。耶稣是伫讲啥物？这就爱对犹原是今仔日经文的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30章的一开始来讲起。耶稣在论到遮个代志的时阵，对13章马可福音13章的第一节，遐讲耶稣甲伊的门徒迄当阵伫圣殿，
因对圣殿对内面安尼行出去的，一边行一边门徒就看这个圣殿，哦，这个圣殿，伊就讲老师啊，哦，这个石头吼，遮尔大块啊，这个砖头是遮尔啊水。袂输咱在看咱建成的礼拜堂，也会讲，吼，这个音响设备，遮个砖塔，吼，遮个水晶大灯等等的，偌尔啊水呢，偌尔啊好势。毋过，咱在看马可福音第13章第20节，耶稣就继续，耶稣就甲伊的门徒打脸啊，吼，即马少年人讲打脸，老师给学生打脸。耶稣念伊就讲：恁是伫学路行善才会见着，恁伫对遮来夸口吗？我实在甲恁讲，遮个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有一块石头会塌伫别块石头的顶面。这是耶稣的话。耶稣伫遮提醒伊的门徒，伫遐个日子、遐个患难发生的时，着谨慎，才免受迷惑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，总是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当得到救。咱在读新约圣经的时阵，咱知影迄当阵，特别是耶稣在讲即句话、即段话语的迄当阵，众人所有人对耶稣甲伊的门徒，因的态度是安怎？有真大的歹意，整个环境对耶稣跟耶稣的门徒其实非常的不友善，甚至有人想要甲因除掉。不过门徒一路跟缀耶稣，看到耶稣行的遐个神迹奇事，遐个门徒虽然外口的人看因实在是看甲足生气的，对即阵人足生气的，总是遮个门徒相信，我缀即个人缀有对啊啦。我缀即个人哦，一定吼念伊就会出头天啊！我苦难的日子得要结束啊，好的日子得要到啊！就伫耶稣的门徒因的心内充满即种期待的时阵，咱看马可福音规个13章咧讲啥，拢在讲末日的现象啦。伫遐在讲耶稣基督搁再临的进前有啥物兆头，搁讲耶稣基督再临的时阵会有啥物现象？第13章其实毋是真长的经文的中间，一直出现着警醒，着警醒。对13章的一开始，一直讲到了尾，着警醒，着警醒，即句话一直咧出现。圣经若一直出现同款的话，就表示迄句话实在是真重要。毋过对当时的门徒来讲，遮一切拢恶伫想象。遐一切拢恶伫想象，对咱活伫即个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来讲，遮个现象也实在恶伫想象。咱无法度有真深的感受。虽然即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争，已经拍到几若个月去啊，有时咱会感觉讲，哎哟，迄若中国若拍来，可能就是安尼，总是咱可能拢囥伫想象内面安尔，没有真实感，有点缺乏真实感。即种热月无阁发光，星星较落，互人感觉真惊遐的场面，可能咱即马伫电影院内，咱咧看电影的时阵，会当看到即种的场面。而且咱阁会期待下一部的电影，哦，安怎？阁较恐怖，阁较惊吓，那个场面哦，越弄越大，阁较精彩。总是若是遮一切是真正发生的时阵呢？就亲像乌俄战争，啊，真正是发生伫咱台湾，真正星星拢较落伫即个世界，相信无人阁会期待，阁有下一摆啦，阁来一摆，无人会阁期待啦，一摆就好啊，一摆就我就差不多啊。这就是想象甲现实的差别。当咱在期待一年一摆的庆祝圣诞。牧师对一开始讲一年一摆庆祝圣诞，其实是安插了一个陷阱在这里。咱若期待一年一摆庆祝圣诞，意思是毋是想讲
咱的意思啊，吼，背后的意思是毋是望基督莫阁来？咱今年圣诞要开始啊，明年咧，咱有期待无？咱若期待明年的圣诞阁会当过圣诞节的时阵，是毋是期待基督莫阁来？基督你千万毋通伫即年的中间来哦，来基督，因为基督再临的时阵会安怎？基督再临就表示无有阁下一摆的圣诞节啦。所以咱到底是咧期待什么？咱到底是咧期待一年一摆欢喜庆祝圣诞，还是较期待基督再临？咱敢要期待日月无阁发光，星星拢较落即种的情形？照安尼来看，一年一摆庆祝圣诞，甲期待基督再临是完全无共款的两项代志。当基督阁再临正正的患难的中间，伫马可福音13章内面有讲，伫遐的中间，伫遐的患难的中间，咱完全无法度有时间来反应做准备。意思是讲，咱若当咧上班趁钱的人，莫想讲要转去摕物件，也莫想讲要去银行领款领钱，莫想要去摕你银行内面，还是厝内的遐个保险箱内面的物件，袂赴啊，紧来走。马可福音13章的意思是安尼，啊，你若当咧食饭的，碗汤紧马上放落，紧走，先走才讲。无论安怎，就是念面爱放下你手头当咧处理的代志，头也不回的逃跑，亲像路德带伊的某囝对索多玛安尼走出去，头也不回，啥物拢莫想，走就对啊。对于旧时地震发生了后，逃生那个急救包，好，就是逃生包，开始想到大家的重视，开始想讲哦，一个逃生包里面啊，放水啊，放干粮啊，手电筒啊，等等遐个物件。毋过时间一久来，逃生急救的遐个准备就渐渐受到忽略，就爱到较有较严重的地震，搁有灾情发生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警醒讲，哎呦，我的逃生，我进前准备的迄个逃生包，毋知塞到哪里去了吼。一定就爱等到有啥物危机发生的时阵，人才会注意。中国甲台湾的关系嘛是共款，当中国的军机一直在挑衅，一直飞越很有默契的那个海峡中线的时候，迄段日子受到新闻媒体的注重，也受到人民的注重，总是时间久来，这个消息一定拢无啊。总是他们的军机，不管是飞的还是船，不管是飞机还是船舰，还有在骚扰我们台湾吗？咱大家有感觉无？无感觉啊，因新闻无啥在报啊。总是因逐工继续一直安尼在来，逐工无停止的哦。有的物件，当时间渐渐久来，咱会麻痹，咱会感觉啊，袂紧啦，啊，反正就是安尼嘛，无要安怎。咱的生活若是长期踮伫一种无啥物变化、无啥物起起落落的即种情形，会感觉亚烂，会麻痹，失去境界。有的人的生活定定碰到困难，因所拄着的遐个困难、遐个烦难，一开始有可能伊会惊醒，总是迄个烦难一直无离开的时阵，久来，这个烦难就有可能成做伊信仰的脱界，因有可能会感觉讲啊，上帝毋知走倒去啊，上帝无阁甲伊眷顾，也感觉规个社会、规个教会对伊也失去关心，拢将伊袂记住。到迄当阵，伊就感觉早起时的日头无阁成做伊的愿望，暗时的月亮也无阁成做伊的安慰。天顶的正星星也袂阁成做伊的鼓励，
因的世界、因的性命就进入一种正青神拢较落，日月也无发光的情形。总是另外有一寡人，因的人生真顺利，一寡人真有才情、真有能力，要做啥就有啥，爱伫什么就有什么。总是因也有可能因为家己的即种的成就，受到因的以成就来迷惑，对上帝失去敬畏，感觉家己所得到的拢是家己的能力、拍拼、努力得到的成果，迄才是祖先有智应。因常常行路有风，洋洋得意，字体发光啊！好，年轻人说，有的人走路有风，洋洋得意，字体发光，家己就光影影。所以对遮的人来讲，日月星星的光算什么？日月星星的光当然就相形失色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面对这种日月拢无发光、正青神阁较落的大患难，就连耶稣也讲，这种的情形当时会发生，无人知。有的人无法度脱离因的患难，亲像是行伫旷野遐的以色列人，只有看中家己的需要，看中家己的欠缺，就埋怨上帝。总是因到底是伫当时开始对上帝产生迄个犹豫，对上帝慈爱甲权能产生犹豫的迄个种子，到底是伫当时也伫因的心中，毋知。有的人凡事顺利，无拄着啥物大患难、大困苦，总是伫因定定接受抱仔声、接受人的懊恼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有可能也会忽然伫某一个时间点，伫某一个时间点就将耶稣基督放袂记去，就亲像一段互人兴盛的婚姻。有的人的婚姻就互人兴盛的，总是，熊熊那冒一个小山出来了。到底迄个小山是安怎产生呢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迄个应有的迄个经济，应有人背叛婚姻的迄个经济，到底是当时也伫迄个人的心中，到底是当时开始无人知，有时就连家己也毋知。当知影的时阵，有时已经袂赴啊。当知影的时阵，有时拢已经袂赴啊。无论是因为什么缘故，咱甲上帝关系产生迄个不顺，遐个代志对伫已经受到迷惑的人来讲是真大的患难，因为连因家己拢无发觉。对伫还未受迷惑的人讲，也有可能是大患难，除非因会当警醒。对伫遐个还未陷落迷惑的温度，耶稣阁讲一个比喻，就是今仔日的经文34节到36节，咱做伙来看这段经文，也伫周报的后壁面。34节、35节、36节，则讲，亲像一个主人离开伊的家出外，将管交代伊遮的奴仆，有派工互逐人做，阁吩咐各门的着张持。所以恁着张持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时要来，迄是日暗，迄是半暝，迄是加天，迄是天光早。行了，伊忽然来，拄着恁在困。36节则讲，行了拄着恁在困。这个困，并毋是指咱的困眠，因为只要是人啦，人拢需要困眠。这个是在讲啥？这个是在讲灵性，咱灵性的软弱。因为灵性的软弱，咱的生命失去动力，亲像在困安尼，对外面的刺激无法度有正确的反应。意思是讲，咱就无法度掠真理做根基来做正确的判断。我毋知有人有捌听义节牧师咧分享伊做兵的时有一个经验。伊做兵是一个金门啊，小金门有一病院，小金门的黄厝医院，迄个病院细细仔间啊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马街啊、呆这么大的病，不是，他们就是用旧的
学校小学的旧校舍改成医院这样子，就是一排医院就是一排一个 L 型这样，很简单，然后又有一个操场这样。伊讲做兵就爱徛卫兵嘛，徛卫兵就是2个钟头安尼轮，暗时嘛就爱轮啊，晚上轮那个11点到半夜1点的，1点到3点的，3点到5点的，5点到7点安尼轮安尼，说使我是轮11点到1点的，我就1点到啊，我就去叫迄个1点到3点的起来，换你啊安尼。伊个牧师伊分享讲，有一摆可能是徛1点到3点的啦1点到3点是只足爱困的迄个时间，因的迄个病院有狗。有土狗啦有狗安尼，伊就想讲，因咧想讲可能等，因为因徛卫兵免用徛的，伫迄个所在就是他们有候诊区嘛，就是外口教室、校舍，还有医院的外面就是有那个椅子，候诊区那个椅子，安尼一排伫遐，伊就坐，徛卫兵的人都坐伫遐啦，伫病院徛卫兵的人啦就坐伫椅啊，坐伫椅啊就后拄久，就一定就会拄久。总是呢，伊讲有一天。伊就真正就困去啊！一困去就困到天光啊！困到天光，迄个3点的、5点的都没有被他叫起来大家拢困到真好势安尼。总是虽然伊知影，伊可能知影伊家己会困去，总是伊有带一只狗，将迄只狗带伫伊的身躯边，因为因都讲因家己做兵的人讲。若是有啥物声来还是人挖滚的时候，狗一定就狗会比人敏锐嘛，狗一定会吠嘛，所以伊若带一只狗伫身躯边徛卫兵的人就较轻松啦，免安尼去注意有啥物情形发生啦。至少他们还知道带一只狗在身边，来提醒他们，那真正是拄久还是无注意的时阵可以以防万一安尼。咱知影一只狗若是伫3更半暝安尼大声吠的时阵，一定会互人惊一跳的。总是一只狗伫3更半暝安尼在吠，会当真做徛卫兵的人的一个真大的帮衬甲提醒。咱基督徒咧，耶稣有互咱啥物通帮衬咱，随时会当警醒。耶稣讲，伫遮的事发生正前，伫日月星辰无阁发光，正星辰刻落的正前，一定会有一个潮头。耶稣会互咱一个潮头，亲像怀孕的妇生人，伊要生产的时阵，会出现一寡潮头，提起咱会得要生要来去病院啊。也亲像无花果树的叶，因为无花果树逐年拢伫要到夏天要来的时阵，伊会开始布影。原来咱现实所拄着的遮个患难，咱现今时所拄着的遮个患难的本身，其实也毋是真正的患难。遮个患难不过是基督再临的兆头，只不过咱毋知到底倒一摆的患难，就是耶稣伫今仔日。马可福音13章所讲的最后的一摆的迄个大患难，咱毋知影。当基督再临就是结局啊，要后悔也袂赴啊。基督再临正正的遐个患难、遐个潮头，拢是在考验咱的信仰是毋是有够坚定。咱一生所拄着的患难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亲像牧师拄则所讲的。咱若是将上帝放袂记去，咱若是一直埋怨恨上帝，这个拢是对咱基督徒来讲，就是上大的患难啦。总是所有咱现实所拄着的这个一切，拢在提醒咱，主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到底有偌尼啊重要。顶礼拜就伫我想，顶礼拜咱在做礼拜的时阵，大家拢知影。当师会在读圣经的时阵，忽然安怎摇一个对无？第当就安尼心一个，呢牧师真好奇啊！
当地当安尼心一个的时阵，我毋知大家迄当阵在想啥物？是想着感谢主，当灾祸患难发生的时阵，我当在敬拜呢，我腰在敬拜，哦，感谢上帝。啊，是心一个时阵已经想要爬起来，开始要走啊！迄才是已经陷落伫惊吓，啥物拢毋知，就毋知影要安怎反应。如果顶礼拜的地动，毋是安尼心一个尔，是继续安尼摇落去的时阵，咱的反应就提醒咱心内所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敢是主耶稣。咱心头所出现的第一个出现的，是惊吓、逃走，还是主耶稣？咱敢有独独信靠伊，敢有确信家己是踮伫基督的平安内面？如果顶礼拜的地动，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讲的遮个大患难，然后基督念伊就来啊。若是安尼，若是属地已经咱是属地已经备办好的人，还是还未备办好？咱毋知影到底倒一摆的灾祸患难，就是基督再临的大患难，因为无人知影基督当时会来。总是现在这个时刻，伫上帝要任命咱，互咱要有机会通调整的时阵，咱就爱警醒去思考。伫我逐日生活中间，到底我将上帝放伫倒一个位置？上帝互咱经历遐个起起落落，拢是咧提醒、考验，是毋是还有真侪物件咱放袂落？咱伫信仰的顶面，是毋是定定三心两意？伫工作、事业的顶面徛官位、趁大钱的时，是毋是还有尊主做大？还是个咧趁钱，逐项拢无得管。上帝对为透早到暗时趁钱的中间，我就趁钱，真无闲试试。上帝伫倒位毋知。主管在骂我的时阵，我规个足生气的，也袂想讲伫主内面先安静咱家己的心。伫朋友、亲情、甲爱情、三甲交陪的关系内面，咱是毋是定定有邀请耶稣甲咱做伴？耶稣是咱的好朋友，总是这个好朋友，咱拢真意爱，和好朋友安尼三甲交陪。咱有偌久无好好啊和耶稣交陪做伴？我们有多久没有跟耶稣谈心事？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安静在他的里面？有多久没有让耶稣陪伴我们？或者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陪伴耶稣，等候他？伫咱啉食佚佗的日常生活中间，是毋是还有细字听圣性的感动？还是伫佚佗的时阵，人来疯？要做啥就做啥，信心甲咱的提醒，无听的，拢无听的啦，拢无听的。咱到底对主有偌深的渴慕甲意爱？今仔日是大工第一主日，伫教会头前即只鹿，这绝对毋是迄个军高标迄个麋鹿哦，吼，无师伫旧年就有讲啊。咱是毋是有像即只鹿，切切翕慕溪水安尼，切切翕慕基督再临？咱现在问咱家己就好啊，就是现在，若是基督再临，咱是准备好的人，还是还未准备好的人？淡薄着惊，感觉讲我敢若我有代志还要处理好势呢。
我好像对某一个人我还不原谅他，对某一个人我还非常生他的气。啊，我趁钱趁到888，我还有钱通趁的，耶稣你是莫来哦，我要继续趁钱的。咱真正敢有遮尔啊，亲像鹿切形无溪水，遮尔啊形无期待基督的再临。逐摆进入太空节，这个世界就会用最美丽的灯塔，互众人让众人都沉浸在非常欢乐、喜乐的这样气氛当中。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里面，我们很容易理所当然的认为圣诞就一定等于快乐，因为咱若常常讲圣诞快乐，就是圣诞一定只等于快乐吗？外面的人这样想很正常，但是我们不能落入这种迷思。因为今仔日的经文，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，基督再临实在一点都不快乐呢。整个外在的现象一点都不快乐。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喜乐，我们是应该欢庆上帝延迟了基督再临的这个时辰。我们也该纪念救主耶稣，上帝如何因为爱我们，差派他的圣子耶稣基督降生在那个完全毫不起眼的马槽，完全跟我们外面咱街路遐灯塔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不过在太空节，在这个世界所营造的各种欢乐气氛里面，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。我们是可以欢庆，我们是可以纪念，但是我们仍然要谨慎警醒，不要入了迷惑，不要忽略期待基督再临这件事对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这是非常大的张力，因为咱外口所看的、所表示的，就是遐尔啊欢喜快乐，总是伫咱的信仰的深沉的迄个性命，咱属灵的性命，是毋是有够警醒？真正是期待基督再临，讲主啊，我是已经准备好势的人，你当时来拢袂要紧，我已经准备好势啊。上帝借着万项事考验咱、提醒咱，拢是为着要锻炼咱，莫遐尔简单就受袂晓，也为着基督再临的时，咱拢会当成做迄个已经准备好势的人。对这个事，咱就明白，咱的主实在是对我们费尽苦心啊！他实在对我们费尽苦心。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谨慎警醒，因为他比我们更在意我们的名字是不是能够记在他的生命册上。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还不怎么在意，会忘记啊，大家安尼无用。至少在这3天，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这样的事情，没有去意识到啦，没有意识到我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的重要。总是咱的主比咱更较重视呢。咱的主比咱更较重视咱的名是毋是有记伫四名簿的顶面。感谢上帝怜悯，就趁还有今仔日，趁基督还未再临的时，咱就爱伫新的一个年度的开始，调整家己的心智，警醒、警醒，时刻掠主耶稣做中心，尊主做大。愿咱拢会当诚做随时准备好势的人，咱毋通阁替家己、替别人来找理由，因为基督再临的迄个时刻，无人知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替世间所有的人备办耶稣基督救赎遮尔大的恩典。愿主圣神帮助阮，伫逐种的艰难困苦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的中间，咱拢会当掠真理做准证，掠主基督做咱的中心，互阮伫逐时刻拢会当诚做准备好势的人。期待基督的再临，恳求主圣神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仰望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息第146首，信息第146首。信主要再临无延迟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书员的同工。
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周部的内页。为着集体来调用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林双耀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一梅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石玲玲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郭道博、黄静茹、陈义丽、张昭明、陈怡君，也为了复健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刘慧忠，还有入伍的蔡颖浩来祷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为了各部各团契在圣诞节庆所预备的活动练习，以及我们在圣诞节的福音亲友的邀请来祷告。第三个，为昨天选举感谢主的带领跟保守，愿主的公义公平能在这些当选的人身上彰显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上帝啊，阮知影即个社会中，阁有真侪需要关心的人。当阮愿意牺牲家己去成就别人的时阵，阮就是伫彰显主你的荣耀。求主坚定阮去追求信仰甲性命会当合一，互基督的性命培育阮的性命。阮要活出基督信仰的真理，世人见证耶稣的疼是会当超越一切的藩篱，互万国万民拢会当伫基督内成做一家人，同心合意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阮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城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能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好，
在报告进前呢，咱要来介绍咱建行教会新来的诗班指挥，请杨若琳搁伊你的先生朱家伟徛起来，互大家认捌一下。刚刚站起来是我们建成教会新来的指挥，欢迎你。然后还有黄英杰夫妇在3楼，你好，欢迎。他们是从加拿大回来的，是吗？老建成教会的会友。好。然后还有我们的信慧老师也今天回来做礼拜，要不要？欢迎信慧老师。好，那我们来报告教会的消息。今天的主日呢是代降的第1个主日，所以由刚刚的收年团契的代表点燃第1根象征期待跟希望的蜡烛。所以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就应该要警醒，等候基督的来临。第2件事情，在12月25号当天，圣诞节，我们有活动的预告。第一个是上午9点半的时候，就有圣诞的赞美礼拜，那一天也是合堂礼拜，我们会同时举行圣礼典，还有各团契会长的就任。第二个是下午2点半，跟往常一样，我们会有圣诞舞会，会由各个团契，包含社区，都会一起联合来欢庆我们的圣诞节，请大家力邀福音的朋友来参加。第3件事情，晚上是我们2点半的圣诞结束之后，大约会到4点半左右。然后5点半的时间是会举行圣诞晚宴跟摸彩，地点会在马来亚餐厅，在长安西路287号之2那边。所以现在就是可以请大家提供全新的摸彩礼品或者是礼金，让同工可以包装跟编号所有的奖金跟奖品。那圣诞节的晚宴呢，也可以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，或者是其他的家人，然后采登记的报名，只要额满就会截止，1个人是300块，如果还没有就读小学的小朋友是150，这样。好，第3件事情，明年度第1季的团契活动跟安排，是会由新任的会长来教明年第1季的服事排班表，所以新任的会长要注意，在12月18以前要交给英姐。第4件事情，教会代订圣诞糕，每盒18块，如果需要订购可以跟柜台登记。第5，教会会有明年的精美月历，原则上1户会给1份，1户1份，所以请跟柜台登记领取。第6，2023明年度的主日爱餐热线，1个单位3000，如果需要热线，请直接跟干事登记。肢体消息，下个礼拜6是我们文和哥跟郑梅姐的儿子陈宇翔跟詹若雨小姐的结婚礼拜，会在下午的2点半，下午2点半开始，下个礼拜6，大家如果有登记，请记得来参加。好，奉献明细，请大家自己来看，如果有错误，请向会计来更正。好，牧师在这边做一些补充，就是我们的圣诞晚宴。圣诞晚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之前订的桌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，所以呢，也请弟兄姐妹不要
不要再等了，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礼拜过后呢，就要赶快去登记。卖想讲啊，我们再接近一点再登记，到时可能真正无位啊吼，无位卖讲无输拢无提醒吼，因为我们最好就是尽量可以邀请我们的亲友啦，哈，特别是家里如果你对他传福音，然后他还没信主，但是你邀请他来参加的，我们就要赶快登记。好，那就是一个大人300块是占位，不管是大人一定会占位啦，哈。这小孩呢，150块是指他需要有占位的，可能他如果是大班，他需要有一个位置，他就是150。那如果他是小班，你想说他会乱跑、拉手啊，他也不给他一个位置，那就不用交钱。好，安内五料干哈，有占位的小孩子有占位的才要交钱。一个就是未读国小的，哈，就是每个人150这样子。那如果已经读国小以上的，就是一样，每个人就是300块。好，以上报上。好，上赢信息第508首，508首，因根归性别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佮帮赞，互恁众人通伫基督再临的时，拢诚做准备好的人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未倒必回。